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今个欢迎收看2月1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自从花莲爆发禽流感疫情以后，12号伫台南6家火鸡场嘛被证实感染着 H5N6。对此，市长赖清德第一时间就邀集相关单位紧急召开应变会议，将防疫战绩提高到1级，避免疫情继续扩大。台南六甲区火鸡肉场最近3000多只火鸡突然死亡，原本怀疑是饲料问题造成，但经过送验，12号证实是感染 H5N6。对此，市府紧急召开应变会议，将防疫战绩提高到1级。同时，针对一场附近3公里内的鸡鸭鹅场进行移动管制，对3到5公里的部分也必须采用检测。会针对这个6甲的附近这个3公里以内部分要求所有的禽场有70几场都不准未经许可不准去贩售那么不准做移动的这个任意的移动那另外也会加强检查跟消毒，那也会针对5公里范围内的都加强这个消毒跟这个访视，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后续的措施包括市场里面不准有这个活禽的贩卖，还有活禽的这个宰杀，那民众如果有发现这个状况，可以提出检举，我们马上会做这个禁止跟处理。针对 H5N6 深受传染人的疑虑，秘书长呼吁民众尽量减少接触活禽的机会。而鸡鸭鹅肉也就是卵，要食进前也一定要煮熟才食，比较安心。同时也强调，市面上贩卖的鸡肉都是经过政府检验才会上市，请民众莫过度惊吓。另外也呼吁市民不要恐慌，像日韩虽然有3000多万只因为 H5N6去扑杀的这个禽类但是呢，日韩并没有发现有禽传人的这个病例所以我们评估起来禽传人的病例的机会算是比较低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过度的这个担忧但是还是要提高警觉包括减少接触活禽，那另外尽量这个戴口罩那么还有食用鸡鸭等等禽类的时候，一定要煮熟。对着6家火鸡肉场大量火鸡死亡，业者并无伫第一时间通报，将依法开罚上济100万。同时，市府也呼吁，若是业者有发现禽类因为不明原因死亡，就必须要马上通报处理，以免受罚。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台湾最近发生一款新的诈骗，要提醒大家，在嫌犯伫网络买物件，趁卖主拄到超商寄货，传送手机简讯通知迄刻，嫌犯马上赶到超商，装扮成卖主，表示伊寄唔对要将物件参照狸猫换太子共款的手法。对此，台南市第3分局伫8号就率先逮捕一名嫌犯，成为全台第一例。一名25岁姓李的男子，透过网络购物购买高单价商品，伫知卖主寄出商品以后，假装扮卖主向超商店员表示伊寄唔到物件，你摕到真废纸的批信来调包的手法，伫全台更发下10几件案件。8号透早被3分局警方埋伏以后，抓着嫌犯。嘛因为刑事局才拄开始研究这种新的诈骗方式。3分局就抓着嫌犯，和刑事警察局长刘佩良10号南下便利破案动人。基本上因为埋伏的关系，而且诈骗集团他们的警觉性都非常的高，那所以我们的远警就在外面埋伏，研判歹徒也有可能开自小客车前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追击上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又调派一组制服警力过来前往支援。那该超商的店员也非常配合，那店长也在工作室里面负责看监视器。一等到嫌犯出现的时候，店员就打暗号给该看 monitor 的店长，然后店长就马上联系我们，那我们的远警就马上立即到场处理。刘佩良局长嘛表示，虽然今年到达全台诈骗案件总数比往年同期较低，不过台湾警方已经做好准备，未来已经将大数据作为办案的根据，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台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代表台湾参加特殊奥运比赛国手柯秀冠，日前因为车祸加上经济困难的消息，经过报道以后，得到济济关心。对此，透过空灵大厦加善心人士的帮助，就捐赠了一台全新的电动卡车甲红包，希望伊会当安心受训练，争取上好成绩，无后顾之忧。特殊奥运国乒比赛国手柯秀冠今年1月因为发生车祸，造成伊电动卡车全毁，万一对方吊输得走，求上无门，和经济就使伊感觉非常无助。对此，空灵大厦校长吴义顺伫中部的企业家朋友知影这件代志以后，表示愿意帮柯秀冠买台新的电动车予伊使用，予伊毋免搁再烦恼，专心伫3月特殊奥运比赛。我们很有爱心的这个企业主呢，他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所以呢，他就二话不说跟我联络，他希望能够把今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全新的电动脚踏车，能够捐给我们的秀娟。企业主他也很坚持希望只是抛砖引玉，让我们的秀娟呢能够得到我们大家的关心之后呢，他带着满满的这个温暖，然后他能够去比赛然后能够把一个好的成绩带回来台湾，为国争光。空灵大厦进修部参课学生柯秀冠虽然哪能较袂晓表达，但对着社会温暖甲关怀，也是互伊感动，流下目屎，表示感谢。你开心吗？你笑得这么开心，你觉得开心啊？因为你我们给你这个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要送东西给你，对不对？你看了有没有吓一跳？有啊，真的哦。那好好的珍惜这一部车，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好。空灵大厦表示，柯秀冠过去参加国际性比赛，大概得奖表现杰出，值得肯定。另外，虽然伊家境无好，但是上进趁钱补贴家用，迄款孝顺的精神相当难得。所以学校除了颁发奖状表扬以外，也将秀冠的事迹提报，希望争取2017年总统教育奖的公营。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考虑大地震造成台市将近900户建筑物，毋是放落去，就是下陷顶受损严重。对此，台市政府启动重建，除了将每一栋受损的建物个案处理，对着受灾户的需求，嘛以无同的方式进行，就希望加速重建。伫下面透过专题做回来回顾甲展望。9月6号，南台大地震发生，台南市将近900户建筑物毁坏，甚至放落去。除了上届注目维权大楼之外，伫东区的大智市场、规定的幸福大楼，也有中西区的文化街主体土壤异化下陷真严重，面临着无厝通个动去的受灾户，重建问题一一出现。灾害当下发生，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马上知道那么多。所以很多后续的一个补贴或者是协助的方法，都是一步一步来。维权大楼放落去，生还者面临着大也阁有钱的问题。除了第一时间市府发放慰问金，后续也阁有租厝补助、贷款等等。台南市政府嘛伫中央支持之下，互灾民会当毋免烦恼。院长来看灾之前，就跟市府这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央愿意来提供租金补贴。那第二个也在征询他们的初步的同意，就是说把这一个如果维冠它有这个重建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纳入到未来的一个贷款优惠利率？那这一点都很高兴，是营建署在当天电话中就初步都有承诺。那院长在当天上午来，但署长也有跟他报告，所以也给了具体的承诺。解决金钱的需求，后续加项重建才是麻烦。尤其维权大楼总共有137户的善款人，每一户需求无同，意见整合有难度。在方考量之下，台南市政府采取的两种方式进行协助。其实灾后的这几个月，我们就是配合着专家学者的一个勘察，然后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作业策略，就是符合每一种类型的一个操作机制。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要感谢除了感谢社会的善款的捐赠以外，事实上要感谢很多专业团体的进入，让我们更能清楚的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灾害
它所衍生的后果跟重建整修的方式。那后来提出来的方案的确是能够一个一个切合他们的需要。比如说像维冠它倒塌，它是属于大楼的，那可是因为它地主非常的多，所以它未来大概只能走都更的方式。像这个幸福大楼或是文和街，这种是属于一般透天跟传统的这种一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公寓型的，它住户少，很容易整合的，我们就不需要再透过都市更新，因为都市更新它的审议程序比较冗长。目前进度伫土壤异化区的文和街受灾户处地的同意进行伫中介，如今建筑部特别完成，预计过年前会当处地使用即种。社会这个善心人士捐1000万要指定要去，互阮去除啊，这是感谢这政府安尼，去互阮安尼，阮这感谢啦规定的幸福大楼共同的土地分割事所嘛，伫最近已经完成核检，将会进行中建的定数。东区的大致市场除了将受损的主体结构来补强之外，大楼部分嘛，阁需要摊商甲住户意见整合。所以对于这一个目前在整合都更的，他很辛苦，是在于他必须同时整合住户的意见跟市场摊贩的意见。可是对于楼层的分配也好，面积大小分配也好，甚至到了这一个市场参与的这一块也好，它就会面临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错。那我们因为它是属于完全独立的一个个案我们基本上市府是积极在协助它。关注焦点的维权大楼，考虑每一个受灾户无同款的声音，市府两种方法来办理，互想要离开的居民将地卖掉，另外来买厝；想要留的人后续处理掉中建事宜。现在目前有33户、37人，这里他还是希望要再重建。那我们目前是持续跟他在洽谈重建的方式，因为他比较大的困难是因为他地比较小，可是每一户都希望要停车位，因为他原来是没有停车位的，现在要有停车位，所以他就会面临停车位设计不足的问题。那所以市府也一直跟他在谈不同的方案，怎么样可以协助他，可以能够合法的取得比较好的停车位，那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虽然中建之路艰苦无好行，心内伤痛嘛需要时间。面对重大灾害的发生，台南市政府秉持同理心面对，身为市民坚强的后盾，陪着因重新站起来再出发。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病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月14號情人節，真濟人攏會送花表達心意。不過過去除了新鮮的玫瑰花以外，現在乾燥花嘛成為這幾檔來送花新選擇。但因為特殊的風格加上保存的時間真久，所以特別吸引少年族群的眼光。隨着情人節的腳步接近，花店的訂單也是在個滿滿。但除了新鮮的玫瑰花以外，最近這幾檔為國外流行過來的乾燥花，也受到少年人的歡迎。因為保存時間較久，加上適合當做裝飾品，放佇室內布置，所以也成為情人節送花的選擇之一。
因为现在干燥花流行的趋势就是它可以比起鲜花放更久，然后你可能就是不用特别照顾，然后鲜花你可能最多放1个礼拜，它可能就慢慢凋谢。那干燥花你可能就是好好保存，不要让它放在阴凉处或者是太阳底下，它都能放1年以上都不是问题。然后它最近流行的趋势就是它比起鲜花更有纪念性价值。然后年轻族群就慢慢的在注意干燥花这个区块。除了百合、康乃馨甲桔梗等等的花比较无适合做成干燥花以外，大部分的花拢会当吊伫室内，靠自然风吹雨打做成干燥花。里民众来到店内，会当依照家己的预算，也就是喜意的风格来请业者帮忙搭配。通常客人来，他们都会第一个以他的预算去帮他介绍。那我们店里都有以种类区块，不然就是价钱的区块去做区分。然后第二个就是以他可能想要的大小，第三个是以他的色系，可能是想要可爱一点的、缤纷一点的，不然就是有个性一点的，或者是鲜艳一点的，我们都有，我们都可以帮他介绍。然后我们通常干燥花用的种类就是。满天星、星辰、乒乓菊跟麦秆菊，还有棉花跟小麦等等。虽然同款的介绍，但是干燥花相对新鲜的花来讲是价较细数，不过伊所带予人的感觉是完全无同，所以也受到袂少人的欣赏。里民众伫收到一年节玫瑰花的同时，也不妨伫花渐渐失去生命的时阵，用干燥花的方式保存，将花的美丽姿态延续落去。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伫情人节时，有人会选择甲家己另外一半出去佚佗、食饭、看电影。不过，林明辉翁仔某则会选择伫这个特别日子来担任病院的志工，将这份爱奉献给朋友，因为因认为安尼做同款有满满的幸福感。林明辉翁仔某目前伫高雄人民总病院台南分院担任志工，先生伫10月当前就投入服务，李太太也受到先生的影响，伫4当前加入志工行列。伫情人节来到之时，两人所选择将对对方的爱化作对病人的爱，献身给病院。我们当时进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的时间了。这样最早的时候，也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督导，那这个督导也是刚好是我太太的以前的服务的长官，他就问我说：“你退休了，要不要进来这边当志工啊？来服务我们这些农民伯伯们啊？”我说：“好啊。”我说：“时间对我来讲，现在退休了嘛。”比较有，那我就进来了。后来我进来了以后，我就先进来了。后来我太太退休了，也是因为受这个影响啊，受我的影响，然后因为她又跟着来了，就一起在做服务这一块了。化小爱为大爱嘛，哈，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我先生他退休前他是教官，他是以服务为目的的。然后呢，既然要服务呢，他就想说，那他刚好我们有一个长官来邀他说来当志工，那他就来当志工。那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我一个就是因为我念历史嘛，所以我一个就是在博物馆当志工，那我一个就是在医院当志工。将小爱化作大爱的这份心意，也深深打动院长王志荣的心，伊相当肯定林明辉翁仔某的无私奉献。我是非常的感动在情人节，应该是夫妻2个一起呢去旅游去看电影去享受人生，可是他们把这种小爱化作是大爱，一起到医院来做志工，而且帮助那个老弱病残的这些病患们，我看了我非常的感动，很感动。这种爱是化小爱为大爱。除了林明辉这对翁仔某以外，院内还有其他7对的夫妻志工。伊就表示，借着服务的过程，翁仔某做伙学习成长，做伙付出，才是爱的最高表现。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署理甲顾问专领教育机构利用寒假尾声来到第二分局南门派出所来进行校外教学。该所为了让这群学童的参访有所收获，所长除了亲自接待，嘛讲解经营的装备，让所在场的大小朋友大开眼界。为了让学生自细汉就当知影守法的重要，署理甲顾问专领教育机构带领学校师生35人来到二分局南门派出所参访，由所长陈树文以及所内员警做伙出面接待，为这学童讲解各种经营装备的用途，后来参观的学生拢感觉非常新奇。想问什么？如果制服会弹的时候，结果没有刚好没有子弹了怎么办？啊，不会，我们子弹都会先装在这个里面，弹夹。刚好没有了。哦，刚好，我们有带预备的，哦，有2个，一个在这里，预备的，哦，台湾治安还不错啦，哦，通常不会。如果2个都用完呢？我们都出门都是2个人一起出门的，用完了，我刚刚不是说有无线电吗？要叫支援啊。署理甲顾问专领教育机构不只重视学生的课业，伫人格培养嘛特别注重，所以特别规划了派出所的参访行程，得为了让学生自细汉知影守法的重要。我们要让小朋友了解警察的辛苦及所有配备的使用方式，希望给小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一定要守法，不要犯错。借由这一次警力的介绍。还有一些装备的介绍，可以促进我们跟一些民众的一些交流。那我们219非常欢迎这些小朋友。警方为了维护治安，平常时执勤时常需要日夜颠倒兵，伫外口风吹日拍，非常辛苦。但是看到这群天真活泼的小朋友来访，希望当以教育的方式，让未来主人有了守法的观念，嘛让这个环境感觉非常意义。但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交通拖车罗里门新目标连续办理30几档的元宵变春牛，以及上届受欢迎的高空烟火秀，今年来是愈办愈盛大。其中烟火秀的高达到25分钟，是活动的上高潮。接下带大家来回顾当时精彩画面。正统土城罗里门新目标的变春牛，佮加上烟火秀，是台南每一档元宵节的重头戏之一。暗头仔的春牛彩鸡游行到庙埕的时阵，四周边已经围满人潮。游行队伍有学校乐队演奏，喜气满满的财神爷，身段优美的舞蹈团，也佮有庙内济重要的主委、干事共同游行，也有在地民意代表。来参加这闹热的活动，第一波的高潮就是市长变春牛完成迎春礼仪式，同时大批市中心众也小济要抢春牛。但是，咱正统罗里门新目标，罗里妈妈来落教来支持，这是一个悠久的文化历史，所以呢，咱新目标一定要继续的，把伊传承下去。所以呢，我们拜托市长呢，这届一定要把这个变春牛、野春牛摕入咱的文化资产，你讲好不好？好。清冷的时代，就开始举办这个变春牛的活动。那么目标只有一项，就是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国丰收、陆续兴旺，物富民丰。要让咱的农民会当丰收，会当好趁食，所有的市民会当大汉钱，这是最主要的意思。所以今仔日看到这么侪人来参加，我想这款的意义是比过去更较大、更较对。你讲是毋是啊？是。
接下落来第二波的高调，凤凰呈祥彩云飞烟火秀由市长主持起炮仪式，现场四周边道路满满的人潮，估计有30万人伫咧现场观看，闹得滚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起炮，来我们的荧幕呈现到凤凰呈祥，彩云飞。台北新闻王子豪彩虹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14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2月13日中间台电新闻，咱再会。